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做伙同心来敬拜，请奏乐。咱做伙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耶和华，
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的盾牌，也是阮一生的倚靠，一生的帮赞。亲爱的主，今早起是你所赐予阮安息的主日，阮大家来到主你的圣殿，阮要同心来敬拜你，阮要唱歌学乐你的圣名，因为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全能的上帝。主，阮也要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看顾、保守、引带阮，互阮大家会当平安经过这礼拜。伫阮的生活上、工作上，拢会当有主你丰盛恩典赏赐互阮，主阮满心感谢学乐你。亲爱的主，今早起，阮伫你的面前，阮也要搁一摆向主你来认罪悔改。伫即礼拜当中，检察阮无按照主你的教示去行去做，求主你赦免阮，求主你帮助阮，求主你将你的话会当常常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快乐。亲爱的主，感谢你今早起有带领阿东剧团来到阮当中分享，互阮会当对因演出的戏剧当中看见主你奇妙的恩典，也互阮会当对因事工分享当中看见主你带领因，互因透过戏剧的表演，将福音传予更较侪人会当看见、听见。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大大祝福伫阿东剧团，互因所做的每一个事工当中，拢有主你的祝福。亲爱圣神，愿你教阮三角伫地，保守阮今早起伫遮的敬拜对开始到结束。阮同心感谢祈求，祈祷靠主圣名。这是做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会本主日举办福音主日以及福长彩排。第二、第三、第四场礼拜联合聚会。欢迎阿东剧团前来本会演出椅仔、戏剧，并分享事工。敬请兄弟邀请亲朋好友踊跃参加。第二，本会定伫下周主日3月30日举办今年度的野外礼拜，地点伫春园亲子农场7股盐山。东港上午7点50分，伫油厂国小来集合坐车，8点准时出发。车位的名单有公布伫公布栏。无参加野外礼拜的兄弟，敬请参加上午8点主场的礼拜。主场油厂建中、清风建中上午10点的礼拜暂停一摆。东港也无线顶的转播。伫第二场礼拜后，请各车的车长甲副车长伫主场参加行程的说明会。第三，有报名本会今年上半年度装备课程的兄弟，敬请准时参加。第四，本会定伫4月19到6月21日上午8点50分到12点。举行领袖密集班，地点伫副堂，费用1000块，包括6摆的午餐。讲师总裁林牧师，敬请伫4月6以前使用 QR code 报名参加。第五，今年度本会受兰州甲各偌济的纪念庆祝活动如下：第一，4月6上午9点到下晡5点，关会活动，主题祝老会救我，我关会救人。地点教会1楼的广场，请关会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关会者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第二，4月14到17，拜一到拜四暗上8点，有受兰州的祈祷会，地点伫副堂。第三，4月18拜5暗上8点，是受兰州特别礼拜，
地点伫主堂。第四，4月20上午6点，母囝教会联合朝阳礼拜，地点伫敬拜中心。为着要统计参加的人数，请伫4月7日以前，伫2楼的柜台签名，请小组长协助小组员报名参加。有登记坐车的长辈，当天上午5点40分，伫教会集合出发。第五，4月20日上午的主日礼拜，10点伫主堂举行各偌济赞美礼拜，由教会圣歌队带领献诗。第6点，有购买今年度每日经景设计的兄弟小组，也请到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2季的册本。具体消息，合作社定伫4月27日中昼12点半，伫副堂举办讲座，名额50人，欢迎社员伫4月21日以前踊跃报名参加。参加者有精美的礼物。以上报告，教界消息，请陈牧师。好，咱看教界消息吼，头一点就是咱的教会即个家庭教会伫3月30下晡3点举行孙少稳、柯佳音传道师的封牧，佮就任第7任的主任牧师甲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愿主祝福敬请兄弟代祷。第二，34届阿西亚访爱庆会7月14、12的主题绝对肯定的信心甲复兴，费用39000块。这是包括机票、基督山的费用。咱兄弟若参加教会也有补助的办法当申请。咱这个主日一定爱报名吼，缴护照的影印本，佮定金9000块。第三，总会消息，咱6月15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160周年伫红山的体育馆迄个早起10点到12点有感恩的礼拜。咱教会有提供2架游览车来前往，费用100块，这是午餐那全程参加的退费吼。请兄弟伫4月19以前一定爱报名吼，因为人数人额着截止。迄天10点伫咱教会营员有正常的礼拜吼。以上报告。今日感谢主，咱要车派即个福长假说咱的福音主日特别有阿东集团来做即个戏剧的报道的演出咱感谢张信荣导演伊会记伫咱中间来锻炼咱拍波欢迎因伫咱中间。今日无论是台语甲国语场啦感谢主。咱做伙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出来毋是爱偷、爱抬、爱卖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佮有丰盛。以上愿上帝话祝福咱。这是戏剧赞美，请上联献歌队。
阮今仔要演出的这出戏叫做《义字》，义啊！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讲，我若坐伫这个椅仔顶悬，我只做我家己的决定。我要爱啥，我要做什么货，我就家己去做。吼、啊，我若请耶稣坐伫这个椅仔顶悬，啊，若耶稣坐伫这个椅仔顶悬，伊叫我去创遐货，伊甲我讲啥？我得听耶稣的话去做，好，这就是这条意爱的意思。有当时啊，会挣扎一下呐，这福音主日敢要演这出戏？啊，信耶稣遐艰苦，安尼谁要来信耶稣？啊，咱安尼啊，带人来看这出戏。他就看讲啊，我你信耶稣信个遐艰苦，安尼佫要信耶稣吗？安尼敢要演出去？安尼我介意的，安尼足可怜的。我介意的，我交出去，我这欢喜的爱交出去，我这我想要保有的，我保留的，我来交出去，我来交出去，啊，安尼遐艰苦。甲咱拄我讲的迄个经文吼，介先。差足济呢，啊，谁安尼安尼？啊，耶稣讲，伊来，互咱得到生命，会当得到个愈丰盛的生命。啊，谁那会变做安尼？我想讲吼，阮即出戏吼不完整啦。阮有诶所在应该是爱演较济，爱演啥呢？演 Isaac 啊，甲即个敬会吼，耶稣对即个少年人，伊的丰盛生命的可能性是啥物？吼，若讲第一个，阮可能爱，若讲是安尼吼，来演片段吼，片段就是讲伊的丰盛的生命。会当变做啥？伫耶稣的眼中，这个少年人会当变做什么款的少年人？的结果，吼，啊，应该演迄个讲，迄袂得甲迄个一开始的热舞社，迄个嘿嘿嘿嘿嘿，吼，一直要甲拖起讲，咱来泡妞，咱来翘课，咱去跳舞，应该演迄个尾有改变。无要讲，伊来爱子讲，爱子，啊，我以前吼拢安尼要带你去跳舞，要翘课，啊，我感谢啦，多谢你，我要带你去跳舞，你带我去教会，我尾啊吼，咱带来带去，我互你带你去教会啦，啊，我尾啊信主，好卡在我即个好兄弟，爱坚持，带佢去教会，互我当信主，我。多谢你啊！所以讲，你耶稣的眼中，有可能伊是希望讲，这个青少年伊会成做一个真正有疼心的人，这就是丰盛的生命。有疼心，你还来教会，你生命改变，你还来，好，我去，这是耶稣的心呐。啊，若讲你妈妈吼。讲你妈妈，你安尼，妈，你莫阁讲啊！你阁讲，互我目屎就要流落来。我遐大汉啊，你阁安尼唔甘呢？你安尼遐大汉啊，你阁安尼爱煮菜，爱互我新鲜的便当食。世界上吼。刚好我这个老母会安尼呱对我，你若过身去吼，就无人会安尼对我。所以讲，我感谢上帝，互我这个老母，啊，这是耶稣的心。伊问一个少年人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就较侪喜乐，
感恩，就较济疼心。啊，所以讲，丰盛的生命就是感恩的心。啊，这个每个女朋友，我应该印象另外一个片段。这个女朋友就来讲，Isaac， 今仔日咱要来唱敬拜，咱要唱什么歌？咱来讨论一下。咱要来唱，咱不一定，咱敬拜时咱去演水戏哦。吼，咱会当安那带即个囡仔？哦，迄个什么人，伊即摆有什么问题？咱即摆爱帮助伊，安尼是要安怎？我真个记得吼，我感觉讲，咱会当做什么物件？嘿，还是讲，我嘛记得吼，我感觉讲，咱会当做安尼，啊，安尼做好呢。啊，咱来去做，哇！上帝做奇妙的代志，哇！迄个囡仔改变，咱即摆青少年团契愈来愈侪人诶，感谢上帝哇！咱两个做伙来祈祷。啊，上帝的心意是安怎？上帝的心意就是讲，两个人做伙，翁仔某会当同心爱主，同心疼人，有好的感情。因为咱即个世代即马吼，足侪拢是同床异梦，足少安尼有热情吼。因安尼，若讲安尼感情会较好，还是较歹？会较好啊？会不会没有话讲？不会啊！大家拢讲安尼要安怎？咱做伙来记得哦，什么代志？上帝这是什么代志？很美好的画面啊！这就是讲较丰盛的生命 ，OK？ 啊，我刚刚讲，我演技的片段吼，较平衡呐，较平衡。啊，若讲。那坐伫伊仔顶悬看到这画面，特别看颠倒，就是讲你爱剥夺，我足可怜的，你爱剥夺，我有诶你拢爱捡走，啊你拢唔知影讲，耶稣讲你交出来，因为我要祝福你，你交出来，我要互你的性命更加丰盛，你交出来，我要祝福你。啊，所以讲，咱来看倒病，所以讲，咱甲心打开心门吼，邀请耶稣入来心内底的时阵呢，耶稣入来心内底的时阵，咱做一个房间吼，拢关起来。耶稣你当客厅就好，遮几个房间吼拢关起来，你唔好入来。吼，你当客厅你做人客就好。啊，耶稣是要甲祝福。祝福要入来，啊！这些祝福无法度入去，因为安那拢脱掉的。上尾要讲的吼，这个 ending 吼是一个悲剧。按哥对我来讲，我要讲的就是讲，阮这出戏还未演了。想来讲，那一家的结束。啊，就真正悲剧，按个伊毋是悲剧，因为无管有一寡代志，我伫即以下顶讲，我坐1个月、2个月，我坐1年、2年、3年、4年、5年，我无爱交出去，无管坐伫即条以下顶讲偌济年，咱拢会当落来，然后甲耶稣讲，耶稣，我足侪年，我拢交袂出去，因为对我来讲足困难，因为我真正软弱，我真正自私。我一寡代志，我真正无法度改。你要叫我付出较济，我真正无愿意。毋过我今仔愿意，请你帮助我。你来做我，你来做我的主。
咱阿头来祈祷。你祈祷进前，咱有那阿头的时阵，我要问阮在座的每一位，咱是毋是知影讲，其实咱心内中，其实上帝有甲我讲，有甲咱讲，伊要叫我甲啥物交出来，啊个我一直都无交出来。上帝有甲我讲，我爱伫对一个方面付出较济，啊个我一直拢毋肯付出。有对一方面，我已经扛较侪责任呢，啊个我一直拢无要扛迄个责任。有啥物物件我互痛苦，人一直甲我讲，你一个爱改，啊个我拢无要改，我互人做痛苦。今仔日上帝讲，你爱甲迄个交出来。你若清楚，迄个是啥物物件，你会交出来。你今仔愿意交出来，请你举手好吗？好，咱当放落来，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批评，班长阮会当看到你的疼。你对于阮的旨意，你对于阮丰盛生命的旨意，班长阮愿意来跟对你，班长阮迄甲阮掠掉的，无法度互阮做好的见证的，无法度互阮会当去自由的，更较济付出去听人，去付出，这所有甲阮绑掉的。会捆绑，会当切断，互阮会当自由，互阮会当有为主你来疼心，为主你来为心内底更较深的感恩，互阮有更较强的传福音的心，会当。来服侍，主，阮知影讲有一寡代志，阮对阮来讲是阮足困难，就是阮逐个人拢有真正困难的所在。毋过阮今仔愿意，因为毋是靠阮家己，是因为阮愿意的时阵，阮是靠你的帮助。阮因为足侪年啊，阮知影讲阮无法度，唯一就是靠你来帮助阮。耶稣，阮今仔日甲阮即个主权。交互你，求主你来引带，阮每一个人，行入你上水的旨意底，就是你丰盛生命的旨意内底。阮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多谢阿东剧团带来遮尔水的表演，咱拍鼓啊！多谢。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咱起立吟全首。主
请坐。即时咱来做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今日姊妹伫咱的聚会内面有阿东集团的奉献录啊，咱感谢阿东集团是用戏剧来传福音、来报道帮助做一人，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感谢主，互咱今日看到这个一条椅啊，会当讲出咱也将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耶稣来，伊是要人活，阁有丰盛。咱也将咱的脾气交出来，将咱的自私交出来，将咱的做这的操烦，还是咱真固执的心，甚至咱有一个歹的习惯，咱会当欢喜交给耶稣。耶稣要帮助咱，互咱伫伊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互咱来领受耶稣互咱丰盛的画面。这咱会当奉献，嘛有因为因的产品，咱适当会当去购买。请咱起立念奉献诗。主爱天父上帝，你是施阮祝福、稳定满满的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阮感谢你赏赐予阮有美好的恩赐，予阮伫事农工商、伫无共款的职场当中，阮拢有主你予阮丰盛的恩典。主，即是阮奉献金钱伫你的面前，做教会逐项福音事工的路用，愿你接纳。特别，阮也为着阿东集团因所需要的一切献上祈祷感谢。愿主你大大赐福因。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圣名。祝福齐恳399首。陈牧师，当恁通平安去，将恁的歹的脾气、歹的性情、歹的习惯，
拢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互恁会当甲伊同死、同埋葬、同过活。互恁即摆的活，毋是恁家己的活，是耶稣点伫恁内面的活。互恁生命的主权完全交上帝，互上帝掌权，伊要互恁有活，阁有丰盛。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权能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大家请坐，来到闭会。